今日收到一位表友送嚟嘅卡地亞手錶，佢話呢隻錶每次夜晚除低之後，到第二朝就唔喐啦。而家睇返隻錶嘅外觀，真係滿晒污漬，連底蓋螺絲都被啲污糊住晒，好明顯係好耐冇做過清洗同保養。呢種情況，機芯入面好大機會都積咗唔少污垢。首先打開手錶底蓋，旋出自動陀螺絲，取下自動陀，之後拆除指針，可以清楚見到月相輪下面嘅油泥已經變黑變紫。再插波針過輪同風輪，發現風輪管底下嘅潤滑油都已經變質咗，導致轉動阻力大咗，所以先會出現走時唔穩定嘅情況。呢個就係自動輪部分嘅寶石軸眼，可以清楚咁見到寶石眼入面嘅潤滑油都已經變質咗。拆咗自動輪之後，發現自動輪下面嘅寶石軸眼黏滿咗好多油泥同油垢，仲有唔少金屬碎屑。呢啲金屬碎屑點解會出現呢？主要係因為手錶冇定期做保養，潤滑油乾晒變質，令零件同紅寶石軸承之間冇得到有效嘅潤滑，長期咁樣用落去，喺研磨嘅情況下就會磨出呢啲碎屑嚟，釋放發條嘅力量，拆落擺輪，呢度就係輪甲板上見到嘅金屬碎屑。